寬頻，你日日都用，但你真係知道佢係咩嚟嘅嗎？好多人每個月交緊寬頻費，但唔知自己用緊嘅係光纖定銅線，唔知100Mbps 同1000Mbps 有咩分別，甚至唔知點解屋企 WiFi 會突然好慢。今日呢條片，我會用最簡單嘅方式，5分鐘幫你搞清楚寬頻嘅基本概念。寬頻到底係咩？我用水管做比喻，你一聽就明。水管就好似寬頻線路，水就係你嘅數據，包括網頁、影片、相片。水壓就係網速，代表幾快傳到俾你。水管越粗，可以同一時間流過越多水。寬頻都係一樣，頻寬越大，可以同時傳送越多數據。所以寬頻嘅正式意思就係高速互聯網連接。相比90年代嘅撥號上網，只有5-6 Kbps， 而家嘅寬頻快咗幾百到幾千倍。簡單講，寬頻就係你屋企嘅高速上網服務。如果你有經歷過90年代上網，就會知道以前有幾慢。舊式撥號上網，速度只有5-6 Kbps， 下載一首歌要15分鐘，下載一套戲可能要幾日。仲有，上網嘅時候打唔到電話，因為用同一條電話線。而家嘅寬頻就完全唔同，速度由100Mbps 到2000Mbps， 下載一首歌只要1秒，一套戲幾分鐘搞掂。上網同打電話完全互不影響，永遠在線，即開即用。由5-6 Kbps 到1000Mbps， 快咗成18000倍。科技進步真係好犀利。香港而家主要有3種寬頻類型。第一種，光纖寬頻，英文叫 Fiber， 用光纖傳送數據，速度可以去到100Mbps 到2000Mbps， 最快最穩定。而家香港最常見嘅選擇，月費大約100到200蚊。第二種，銅線寬頻，即係 DSL 或 VDSL， 用電話線傳送數據，速度得8Mbps 到100Mbps。舊樓同村屋較常見，距離機房越遠速度越慢。第三種，5G 家居寬頻，用 5G 無線信號上網，速度100Mbps 到500Mbps。最大好處係唔使拉線，插電即用，但速度會受信號覆蓋影響。如果你住嘅屋苑有光纖覆蓋，光纖係最佳選擇。你成日聽到100M、500M、1000M， 呢個 M 即係 Mbps。Mbps 全名係 Megabits per second， 即係每秒可以傳送幾多 Megabit 嘅數據。數字越大，速度越快。10Mbps 可以睇網頁同收 email， 基本夠用。50Mbps 可以睇 YouTube 高清同視像通話。100Mbps 可以睇 Netflix 4K， 2到3個人同時上網。500Mbps 適合打機、直播，多人同時用。1000Mbps 即係1Gbps， 乜都秒速完成。有一點要留意， Mbps 個 bit 係細階 bit， 代表 bit， 而你下載檔案時見到嘅 MB 係大階 bit， 代表 byte。8 bit 先等於1 byte， 所以100Mbps 寬頻嘅實際下載速度大約係 12.5MB 每秒。寬頻有2個速度，好多人唔知。第一個係下載速度，即係由互聯網傳數據到你部機。你睇 YouTube、瀏覽網頁、下載檔案，用嘅都係下載速度。第二個係上載速度，即係由你部機傳數據去互聯網。你 send 相片俾朋友，開 Zoom 視像會議，上傳影片到 YouTube， 用嘅就係上載速度。大部分寬頻計劃嘅下載速度遠快過上載速度。例如下載1000Mbps， 但上載只有500Mbps。如果你成日要上傳大檔案或者開直播，記得要留意上載速度。寬頻點樣由機房去到你屋企呢？首先，寬頻公司嘅數據中心，
即係 ISP 機房，會將信號送出，經過地底嘅光纖主幹線，去到你大廈嘅機房，然後由大廈機房拉一條光纖入你屋企。你屋企會有一個光纖 modem，即係 ONT， 將光纖信號轉換成網絡信號，跟住駁去 WiFi router， 將有線信號轉成 WiFi 無線信號。最後你嘅手機、電腦、平板就可以連 WiFi 上網。呢個就係數據由互聯網去到你手機嘅完整旅程。香港主要有4大寬頻供應商。第一間，香港寬頻 HKBN， 香港最大寬頻商之一，覆蓋範圍廣，套餐選擇多。第二間 HKT 即係 PCCW 電訊盈科，歷史最悠久嘅電訊公司。第三間 SmarTone 數碼通喺5G 家居寬頻方面做得唔錯。第四間 CMHK 中國移動香港，價錢較平，5G 家居寬頻選擇多。每間公司嘅覆蓋範圍同價錢都唔同，之後嘅集數會詳細比較。最後教你幾個寬頻常見術語。Mbps 網速單位，數字越大越快。光纖用光傳送數據嘅線路，最快最穩定。Router 路由器將寬頻信號轉成 WiFi 嘅裝置。Modem 調製解調器將光纖或電話線信號轉成網絡信號。Ping 即係延遲，數據來回嘅時間，打機好重要。頻寬 bandwidth， 你條線最多可以傳幾多數據。ISP 即係互聯網服務供應商，即寬頻公司。合約期通常24到36個月，提早終止要罰錢。唔使死記，之後每集都會再詳細解釋。今日你學識咗5個重點。第一，寬頻等於高速上網服務，好似粗水管咁。第二，香港主要有光纖、銅線、5G 3種寬頻。第三， Mbps 係速度單位，數字越大越快。第四，下載速度同上載速度係唔同嘅。第五，數據經過機房、光纖、大廈、router， 最後到你部機。寬頻唔複雜，了解咗基本概念，傾寬頻時就唔會被人呃。下一條片我會講光纖、銅線同5G 3種上網方式有咩分別，幫你搞清楚邊種最適合你。記得訂閱寬頻教室 HK， 冚埋個鐘仔，我哋下條片見。